挑戰，你哋有冇踴躍參與啊？我有啊！12月至2月嘅高抬腿挑戰，睇下我哋邀請咗邊一位老師嚟挑戰啦！大家好，我係體育大使歐子瑩。哇，尹 Sir 喺呢次嘅高抬腿挑戰入邊，30秒開咗95下喎。大家有冇信心挑戰佢呢？我有信心。如果成功挑戰嘅話，可以問楊老師攞一份小禮物㗎。每級頭3名嘅同學仲可以有寶石卡同埋寶石貼添。大家快啲嚟挑戰尹 Sir 啦！